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看那个样，好像人都没搭理你吧？你这也太逊了！我现在随便给一妹子发个微信，那都是秒回。醒了吗？我家边上有一家宜兴很有名的豆腐花，你想不想吃？晶晶啊，醒了吗？一会儿我们要出发去外婆家喽。哦，醒了。你好。啊，搁这儿。今天的菜挺好。吃点青菜。来，我们干一杯吧！啊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你们都不等等，这个好喝，有好几个口味呢。啊，哥，你是要原味的，还是要白桃燕麦？这个吧。还是在家里吃着舒服。是啊，来，别客气啊，吃菜。像这个。嫂子做这个菜最好了，这炸的好虾对吧？多吃点。多吃点啊。来，尝尝这个，多吃点。好，你也吃。别光张了啊！来，你吃。哎，好，别光顾着喝，这手艺真是不错。哥，回头多学学。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你一大早上就看手机，看那个样，好像人都没搭理你吧？你这也太逊了，简直辜负咱们家基因。我现在随便给一妹子发个微信，那个都是秒回。不相信？发给你看。来，大嫂，年年有余啊！牛刀小试。小顾啊，小柳今天考试成绩怎么样？别提了，英语、语文吧还马马虎虎，就这理科、数学实在是上不去。有空啊，你多帮帮他吧。啊，小顾，是这样，数学这门课啊，一定要多做题。对，多刷题。我对你太松了。小顾，你放心，我们家是有理科基因的，多做题，一定可以启发。对，是，听你哥的啊。小柳，别辜负我们家基因啊！加油！来，加油！